講到外牆油漆驗收咯，咁就梗係要按圖則 check 下外牆同埋喉管係咪已經油好晒油，而手工即係油漆表面又係咪平順均勻，冇脫色、冇變黃、冇剝落、冇色差，總之一定要色澤均勻咁先收得貨嘅。咁另外工友一定要喺外牆喉管同埋喉馬都清理好啦，先至可以喺喉管上邊上油噶。聽啲師傅講咧，外牆光井位咧，通常就會利用掙籠方法嚟固定棚架嘅，棚足要移位先至可以完成油漆工程噶，所以一定要檢驗清楚棚足移位之後嘅地方有冇做好油漆工序至好啊。至於外牆伸縮縫接膠咧，伸縮縫嘅深度一定要係達到石屎面接膠之前，工友一定要檢查同埋確定接膠位置已經清理妥當，冇泥屎，而碰口位又乾淨先至可以進行嘅。咁仲要記住，落雨天又或者天氣潮濕係會影響接膠嘅性能嘅。咁要做到好嘅接膠收口，就梗係要準備適當嘅膠槍同埋灰瓷仔啦，再預備埋一啲紙張嚟清潔膠槍嘴。另外仲要喺接膠面兩邊瓦仔位置貼上膠紙，確保接膠位夠直，同埋唔會整污糟牆身。記住，抹完膠槍嘴嘅紙要用袋袋好，唔好影響其他嘅工程啊嘛。優質嘅接膠咧係要按圖則做好，手工要順滑，冇厘啦，兼且闊度要均勻一致，轉彎位要對口先至得嘅。咁講到窗向室外嘅保護膠紙咧，喺外牆清潔做好之後就要清除乾淨。不過喺做嗰陣時咧就要留意咯，拆落嚟嘅保護膠紙咧就一定要集中喺單位入邊，咁先至方便清理噶嘛。而外牆同窗框嘅碰口位接膠咧，亦都要做妥。接膠手工咧就梗係要平滑順暢啦。仲有啊，接膠係唔可以黐喺生窗窗褥上邊，因為咁樣係會影響窗嘅開關嘅。而且工友用完嘅膠樽就千祈唔好插喺棚竹上邊啦，因為咁樣咧唔單止遺留垃圾俾下一行，仲會影響棚架上工友嘅安全添嘅。另外仲要留意，窗玻璃擠好膠之後，至少要過48小時之後先至可以開窗，因為咁樣窗褥先至唔會變形嘅。而冷氣機窗位同一啲喺死位嘅梗窗咧，就一定要喺插棚之前試水，確保冇漏水啦，先至可以插棚噶。死穴定死位啊？拍武俠片咩？喺邊度噶？能夠影響到插棚嘅時間，一定係主角。係死位先啱。我哋行內人叫外牆嘅死位，係指外牆某地方咧，如果拆咗棚之後，就唔可以喺呢度再做啲試驗工程嘅，好似埋窗試水嘅工作啦。又例如喺外牆啲通天位，話四周圍都冇窗嘅地方，嗱，呢啲外牆死位咧，就一定要做晒所有嘅外牆工程先至可以插棚噶。另外啊，如果唔可以喺室內安裝玻璃或者接膠咧，窗管工就要同搭棚管工預早配合，一定要等到玻璃同接膠都做好啦，同埋完成試水，而執漏又做妥嘅話咧，咁先至可以拆得棚噶。不過工友進行窗試水嗰陣時咧，記得要小心啲先好，唔係整到爆喉又或者喉管漏水，咁就會損壞室內裝修噶啦。而窗管工同埋拆棚管工就要互相配合，留翻啲窗位唔好裝玻璃住，嚟方便運送短竹。